大家好，今次嚟到尖東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新版香港故事展覽。舊版嘅香港故事喺2001年開幕，到2020年閉館翻新，花咗6年時間重新打造。喺今年2026年4月1號重新開幕。舊版嘅香港故事我都有去過1-2次，印象中新版比舊版精彩得多。新版跨越6000年歷史，匯聚咗2800件珍貴展品，涵蓋咗4大主題、10個展區。我因為需要影好多相，所以足足花咗超過5個鐘頭先至完成今次嘅參觀。但係仍然覺得有啲走馬看花嘅感覺。有時間嘅話，一定會再嚟，慢慢重新欣賞。而且呢個展覽又係完全免費，係好值得去參觀。留意返入場嘅時候係需要做安檢，同埋有其他嘅注意事項，大家可以留意返告示牌。呢度有展館嘅開放時間，亦都有導賞服務。過咗安檢之後轉右，越唔似入口嘅地方，原來先至係入口。再落扶手電梯就到咗地下嘅休憩區。因為展館好大，建議大家入場之前可以去洗手間，方便。入場之前會睇到參觀守則，留意返呢度係可以影相，但係唔可以錄影。用手機掃描返2維碼就可以睇到香港故事嘅電子長刊。主題1：同根同源嘅展區1，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。考古發現顯示，香港先民早喺幾千年前已經同珠江口灣區密切活動，而且仲同中原同華南文化有深度交融。彩陶、白陶、牙漿呢啲文物都見證香港喺中華文明發展中嘅深厚根基。同根同源展區2，歷史源流。自秦漢以嚟，香港逐步納入歷代中央政權體系，而且喺移民南遷、宗族定居同埋地方建設中，形成咗穩固嘅社會基礎，印證香港已經深深植根喺中國文化同歷史當中。
主題二：中西匯流嘅展區三：歷史變遷。1841年，香港島被英國武力強佔，香港自此經歷咗156年嘅殖民管治。中國始終堅守領土主權立場，不承認有關香港嘅3個不平等條約。喺殖民管治之下，香港同祖國嘅血脈濃情從未間斷，而香港又逐步形成咗有別於內地城市嘅發展路徑。中西匯流展區四：摩登城市。香港以海港商貿起家，並且喺交通、通訊同傳媒革新帶動下加速現代化。雖然政商權力長期由歐美精英主導，但係香港仍然喺華洋互動中形成咗自身嘅獨特社會面貌，並且始終保留咗深厚嘅中華文化特色。
中西匯流展區5華洋融合。20世紀嘅城市化推動香港百業興旺，唐樓、電車、茶樓、氣魄同埋體育活動共同塑造獨特嘅都會生活。展區重現1930年代嘅香港街景，聚焦華人嘅日常生活與生計，展現咗中西文化交融下形成嘅城市風貌。主題3共赴國難，展區6同心抗敵。自1931年9·18事變之後，港人同內地同受敵氣。1941年香港淪陷之後，市民飽受戰亂嘅痛苦。中國共產黨領導嘅抗日游擊隊港九大隊奮力展開營救、情報同抗敵工作，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咗重要嘅貢獻。
主題4：國際都會，展區7：社會變革。戰後，香港面臨復原同安置等等嘅挑戰。1949年之後，香港憑藉特殊地位，成為內地接軌世界嘅重要窗口。1960年代嘅社會動盪，亦都迫使港英政府推行社會改革，重新塑造香港獨特嘅城市生活同文化空間。國際都會，展區8：都會生活。香港嘅都會生活由中西薈萃而成，方言、飲食、文學、影視同流行音樂共同塑造城市文化。球賽、冰室、賽馬同海濱娛樂等等日常場景，展現咗香港多元化而鮮明嘅文化地貌。國際都會，展區9：經濟成就。1949年之後，香港喺資本、人才、外資同技術推動下，走向工業化，製造業產品行銷全球。改革開放之後，兩地經濟深度融合，帶動服務業崛起，奠定今日嘅經濟成就。國際都會，展區10：與祖國同行。
香港自古與內地血脈相連，改革開放以嚟，港人既係國家發展嘅參與者，亦都係受益者。面對新時代機遇，香港將繼續發揮背靠祖國、聯通世界嘅優勢，與祖國同心同行。好快嚟到尾聲，如果大家喜歡今次影片，記得免費訂閱、點讚、分享，下條片見，拜拜。